2例的区公病的境外移入病例，那这2例都是印尼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首先是这个北部的30几岁的男性，他是在6月上旬到中旬期间到这个印尼旅游。那返台入境的当下就是有发烧、头痛跟倦怠的症状。那在机场的这个发烧筛检站就因为发烧而拦检那当时有做这个登革热的 NS1 的快筛是阴性。他返台之后的隔天就有到诊所就医，那当时是诊断感冒开立一些口服的药物。那不过后来是因为他的在这个机场的这个拦检采检的检体后续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检验是确定是这个区公病毒是阳性的，所以就研判是区公病的确定病例。那第2例是中部的这个非本国籍的30几岁的女性她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从印尼入境。那在入境的时候就有这个发烧的症状，所以也是在这个机场经过这个检疫站的拦检。那也做了登革热的 NS1 的快筛，也是阴性。那他后续呢入境之后，其实有一些这个发烧啊、头晕、恶心跟冒冷汗的症状。那后来也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检验呢，是区公病毒是阳性，所以也是研判了区公病的确定病例。